我要让你回去吃饭。好，别犟。今天乖不乖啊？今天可乖了，谢谢娘亲。哎呀，还是夫人的手艺好啊。多吃点啊。可叹世间为我奉我者繁多，敬我爱我者却仅此2人。人生在世，真真假假，善恶终有尽处。这着了相的痴人庸人，又怎会少了我这一个？听到半生凶恶，我想临了所做的最后一件事，竟是为了2个凡人。